咁啊，當年咧就三無工程咧，主要嘅設計單位咧就係喺武漢嘅長江水利委員會。夏日嘅武漢咧，天氣咧經常都係40度度，兩邊係山啦，中間一條大江，啲水咧就蒸上嚟，其實你就享受緊免費桑拿。咁我以前咧後生嘅時候就有跑步嘅習慣，但係當你40度，周圍都係桑拿天氣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好難跑得喐。咁咧當年嘅武漢咧，都唔淨止武漢，中國其他地方經常停電嘅，電力供應好緊張，空調就冇嘅，就有2把風扇。咁啊停電嘅時候風扇都冇啦。當年亦都冇 PowerPoint， 咁啊用個幻燈機，啲幻燈片只能夠喺黑板寫咯。咁啊40度嘅天氣，電風扇都冇，咁你可以想象大家都一身水一身汗。咁但係會咧仲係繼續開，於是者又過咗好幾個咁樣嘅夏天。仲有一樣咧，即係好難忘嘅咧，就當時每日喺武漢開完會，翻住宿嘅地方，要坐車經過大街小巷翻去住宿嗰度，你見到咧大街小巷咧成千上萬嘅竹床。男女老幼咧就瞓晒喺啲竹床度。點解係咁咧？因為嗰間屋實在太熱啦，夜晚你冇法子喺裏邊瞓。咁於是咧一家大小咧就喺晒街上啲竹床瞓。今年咧就睇到有一個武漢嘅消息，話佢哋咧而家咧就好懷念嗰個竹床文化。咁於是咧就又讓大家將啲竹床擺翻出嚟咧，體驗下當年嘅生活。今時今日就已經再唔缺電啦，即係大家都能夠用上空調啦。中國不但唔再缺電，仲出口電力俾啲鄰近嘅國家。回顧翻80年代就係當時嘅情形就係咁咯。嗰陣時又唔係覺得好艱苦咁咩，因為個個人都係咁，咁呢個係生活嘅一部分咯。